苏花公路台九线大清水到崇德路段，因为即届花莲大地震这损害是真严重，所以是需要长期来施工。即马双屏逐工是敢若开放3个通行的时间，也若这管制站现场上新的情形，咱是要交互咱台记台的记者卢尚如甲曾俊佑带大家做伙来看。 是主播观众，记者人是伫咧花莲的崇德管制站，一天即马是总共开放3个通行时间。像讲第2个通行时间呢，就是中昼的12点至下晡的7点哦。然后咱会当看到现场哦，这个排队的车阵是已经排到落长，看袂到最后一台车伫咧倒位哦。像讲这个第1台车呢，听民众的讲法咯，是以自透早8点开始哦，就伫咧现场排队咯。连外嘛有透早已经对台北过来到花莲 的民众哦，中昼要搁排队等去。伊表示讲哦，拜四是伊花莲大地震了后头一届行苏花公路，咱就来听伊来说明讲今仔日伊规路所看到的状况。即摆内底情形就是边坡拢是大石头啊，参啊树枝足大枝的树枝啦，啊拢连做拢规加做伙啦，啊最歹清的就是剩一线尔，单线道通车啦。 惊会摇啦，啊！甲透早嘛是搁小摇者安尼尔，就看一寡落石落安尼，咱呀涂骹呀安尼啦。规路也是会当看到对山顶连落来的山石啊、树枝啊等等，山壁看到嘛是真惊人。但无干部段是表示，目前咧直直拢有地动尾，这个苏花公路无定时嘛是会有石头连落来，啊，但是咧无连月色特别的限速，民众也是要看这个交通标志来使哦。 花莲的崇德管制站的人员是表示讲哦，这个通行的时间啊，只要一过吼，这个门就会随甲砸落来，车就袂当通过。所以比如讲哦，这1点的时间若到，后壁的车就是还搁继续排队咯。也若是讲这个管制的日期呢，会到当时目前是拍算讲会到4月30，所以民众哦要来 行苏花公路的时阵，一定都爱确定一下家己的时间。以上是记者卢尚如、曾俊佑伫咧崇德管制站的连线报道，所来甲镜头交互主播。